中國高等教育機構教學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商卓越瑞新11月28號起至12月3日招股，計劃發行666.7萬股 H 股，10%於香港作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62.2毫6至76.1，集資最多5.1億，每手100股，一手入場費約7686。卓越瑞新預計將於12月8號掛牌買賣，龍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卓越瑞新致力於高等教育機構數字化教育內容、數字化教學環境服務及產品嘅提供交付同運營。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嘅資料，2024年公司喺中國高等教育教學數字化市場所有公司中收入排名第2，市場份額為4.0%。卓越瑞新已交付超過44,000款數字化教育內容產品，且服務及產品涵蓋教育部認可嘅12個學科門類及92個專業。根據招股文件，卓越瑞新嘅核心業務分為2大類，分別為數字化教學內容服務及產品，以及數字化教學環境服務及產品。其中，數字化教學內容服務及產品中嘅數字化課程，即係將傳統課程轉為互動影片課程，嵌入測驗與討論，例如免疫學與病原生物學基礎課程；知識圖譜，即係利用 AI 技術將複雜信息可視化，呈現關鍵概念關聯，支持系統化及個性化學習；虛擬仿真，即係利用 VR、AR 技術創造沉浸式教學內容，喺安全嘅數字化環境中進行實驗與技能練習，如汽車引擎結構認知、虛擬仿真系統、數字化教學環境服務及產品中嘅雲學習管理系統，即係 AI 支持雲原生及集成嘅系統，協助管理課程、追蹤進度、促進溝通。數字化教室即係設計及建設配備智慧硬件與專利軟件嘅教室，支持即時錄製及互動教學。其中，數字化教學內容服務及產品係收入主體，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6月30號止6個月，該項業務收入佔總收入嘅比例分別為83.9%、82.5%、83.7%、87.1%及91.3%，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6月30號止6個月，分別有112名、313名、579名、233名及373名客戶購買多款數字化教學內容服務及產品。文件指出，卓越瑞新提供課程數字化服務，通過構建滿足佢教學要求嘅互動且具趣味性嘅數字化教學內容，幫助客戶改變佢傳統嘅課堂授課模式。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6月30號止6個月，公司嘅課程數字化服務嘅客戶分別為950名、1147名、1298名、861名及760名，同期分別交付7914門、11167門、12304門、5823門及3540門數字化課程。此外，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公司嘅數字化教學環境服務及產品收入佔總收入嘅比例分別為15.9%、17.4%、16.2%、12.8%及8.7%，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6月30日止6個月，分別有9名、23名、15名、2名及2名客戶同時購買2款數字化教學環境服務及產品。卓越瑞新按項目參考若干價格範圍，就數字化教學內容服務及產品收費，其中雲 LMS 通常按訂閱基準向客戶收取訂閱費用及額外嘅定製開發費用。公司採用成本法，並計及教室嘅硬件類型、教室嘅大小及功能類型，根據客戶嘅特定需求，為客戶提供數字化教室服務及產品，並按項目基準向其收費。截至2025年6月30號，卓越瑞新喺95個城市設有251個客戶服務同支持中心，覆蓋中國絕大部分省、市及自治區。北京、杭州、武漢、廣州、成都、昆明、海口等12個地區均設有5個或以上嘅中心，
目前香港尚未有中心設立。文件指出，公司傾向於將客戶服務同支持中心設喺網絡裏高等教育機構高度集中嘅地區。客戶數量係公司業務嘅關鍵 KPI。喺2024年度，公司嘅客戶數量達到1738名，其中同時購買內容與環境產品嘅客戶，2024年貢獻收入約4.95億人民幣。大客戶有449名，貢獻收入約3.74億人民幣。卓越瑞新嘅客戶主要係高等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學院以及職業學校。於2022年、2023年、2024年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6個月，嚟自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或者期間前5大客戶嘅收入，合計佔各期間總收入嘅6.5%、7.1%、5.0%同6.3%。而嚟自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或者期間最大客戶嘅收入，佔各期間總收入嘅1.4%、2.6%、1.2%同1.5%。招股文件中指出，中國政府持續推出政策，鼓勵教育數字化，如《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到2035年》關於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嘅意見等，為行業發展提供強勁動力。中國高等教育教學數字化市場嘅市場規模由2020年嘅人民幣127億元增長至2024年嘅人民幣21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3.7%，預計至2029年將達人民幣453億元。於2024年至2029年嘅複合年增長率為16.3%。公司計劃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即約4.045億港元，約36.7%將用於研發，約31.8%將用於提升客戶服務及支持能力，約21.5%將用於喺選定城市設立一個或兩個知識圖譜開發中心，以增強知識圖譜構建、生產及交付能力以及效率，約10.0%將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